席家宴成千年風雅，一盞月味藏千年風華。今日 C.O 咧嚟到佛山，帶大家體驗下有100年歷史嘅太史家宴，就跟 C.O 去睇下。呢一圍太史家宴創始人係清朝最後一批漢能，南海獅山人江孔殷，慈禧親封嘅學霸，轉身成為江湖粵菜嘅第一大佬。當年廣州河南太史帝公館，孫中山帶宋慶齡黐餐，梅蘭芳唱戲換席，蔣介石結婚前都嚟偷師，報館天天敦典。今日江家宴請邊個，上咗咩新菜，直接霸榜熱搜。江老爺有3條鐵律：粗料精製，爛大街嘅柚子皮、禾蟲做成天價菜；不時不食荔枝菌，現摘現炒，鮮甩眉毛啊！農場直隊餐桌，自己養蛇種菜，比而家嘅預製菜勁好多。最絕嘅係失傳芹菜、龍虎鳳同埋爽嘴禾蟲。當時邊個冇食過太史菜，都唔好意思講自己係名流。戰亂時菜譜差啲滅絕，如今江家第4代同佛山品悅軒聯手復刻，唔使穿越都可以食到同款。